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节目。6月26号的韶关事件，由几百人参与的汉维冲突，到最后发展成近60年来最为血腥、最为罕见的民族冲突。那么古人云“物不平则鸣”，那么汉维双方由来已久的不平究竟来自哪里？用械斗的方式肯定不能解决问题，那么真正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什么呢？在今天的热点互动节目中呢，我们就和陈志飞博士一起来探讨从汉维冲突看体制的公信力。陈博士您好，6月26号的韶关事件呢是这次维汉冲突的导火索。那么假如说真有强奸或者是抢劫事件的发生，那么双方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那么这次事件的发生呢，他们并没有通过法律途径，反而是刀枪相向。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提得非常好。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从您的问题上，我可以体会到您的意思是说，如果韶关事件如果在法律的这个管道内得到妥善解决的话，就不会演变到今天愈演愈烈的这种冲突。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这也就指出了这种冲突背后的真正原因和解决的真正办法。当时有大批的这个维族的这个工人去的南方去工作，跟当地的这个群众产生了冲突。那么法律的解决呢，好像是使双方都不满意，造成了更大的暴乱。那么这个消息传到新疆以后，造成了今天的维汉冲突。所以说这个事件呢，广东它是横贯南北，对中国的这个震撼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冲突现在引起这么多人的关心。那么这个冲突的导火索又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事件，就是一个广东在韶关内的一个玩具厂的事件。那么所以说，这就体现出了这个制度的一些漏洞。我觉得这个制度是起码说是漏洞吧。如果这个制度在法律上是健全的，如果它能用透明的、真正的这种理性的这种方式，把这个小小的这个玩具厂的这个事情妥善的解决的话，使双方都满意，那么我觉得就不会造成今天这么一个局面。那么您刚才谈到的这个制度的漏洞，这制度是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倾斜，还是指其他一些方面的？很多网友现在都在谈这个问题，觉得好像这个少数民族是罪魁祸首，少数民族的这个倾斜的政策是罪魁祸首。可是这个比如说好多网友都知道，大家都提到的就是说对维族有所谓两少一宽，因为他们喜欢带刀啊、带枪啊，是允许他们这么做，那么他们很容易就发生跟别人肢体冲突，造成一些这种流血事件。那么所以中共呢，为了安抚这些人呢，就专门给各地有一个秘密的文件吧，要少抓，然后呢处理要宽大。那么这实际上就是说给他们在中国社会有一个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地位。为什么呢？因为你到中国去，很多墙上都有标语，都写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的墙上更是有这样的标语。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条好像国法一样的这么原则，可是你同时又开了这么一条门，为了你各种政治目的吧，可能是为了收买人心，使这个边疆它的这个对中共的统治呢能够就是长治久安吧，能维持下去，所以它有这么一个收买的政策。可这个收买政策就是对他们体制内的一个最根本原则的公然挑战。那么这么一个局面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家对这个制度，尤其是维汉两方呢，对这个制度在法律裁决方面，在它的可信度方面都没有充分的信心。那么追到最后呢，就是说我不相信法院的裁决，我相信更信任手中的这根棒子，这个凶器，它能够给我伸张正义，让我暂时能一吐为快。不单维族是这样，维族好像是挑起这个事件的这个始作俑者，对维族这个被维族造成伤害的这个汉族群众呢，也是这种想法。因为今天的新闻就提到了，就是汉族群众也是大量的上街，对维族进行报复，而且呢，这种情况发生的是在那个中共在新疆的最高那个长官党委书记王乐泉一概的要求他们汉族群众的克制的情况下发生的，汉族也没有保持克制，还是相信手中的这个棍棒。那么就是说对这个体制呢，他根本没有充分的信心。不光是维族没有信心，造成了他对汉族的主动攻击。汉族呢，也对这个汉族的这个他们应该说同民族的这种执法者，因为法官呢，不光在全国各地，在新疆这种法官这种职位，大部分也是汉族人来担任的。汉族的法官他们也不相信，所以最根本的就是这个体制他没有信心。这是这个事件的，我觉得最后的
最真正的这个发展愈烈的一个原因。民族矛盾问题呢，在各个国家都会存在，像英格兰和苏格兰、美国的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或者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但是呢，我们会虽然我们时常也会听到就是发生冲突，但是先有就是这么激烈、这么惨败的这种局势发生。那么您认为就是说中国的体制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体制是根本上有不同呢？中国现在虽然有一些设施，虽然有一些表面的冠冕堂皇的管道，但它没有实质的内容。就比如说，它这个优惠政策，就说你这个单位，第一把手可以是汉人，也可以是维族人，但副把手必须是维族人，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维族人是2把手之一。这个听起来好像是照顾了维族群众，但实际上呢，就跟在美国这个种族歧视的年代，它法律规定。你可以种族歧视，或者说你可以让黑人生活得很悲惨，但是我们规定副总统必须是黑人，但是这没有意义，这没有任何意义，这其实真凸显了他的劣势的地位。这个，所以我觉得从西方和中国的比较，民主国家来比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体制是不透明的。这个体制的不透明，不但伤害了这个维族群众，使得造成了这个维汉的冲突，其实它在汉族区。在发达的这个中国内地，也造成了汉族群众之间的这个很多的冲突，比如最近发生的湖北的石首事件，前段发生的邓玉娇事件，还有最早的这个杨家事件，一年之内发生很多的这种事件，在汉族居住区。那么在维汉之间又加上了更多的一个民族矛盾，所谓的民族这个文化上的差别，那么这个矛盾呢，肯定是显得就是更加的这种剧烈了。那反观这个西方国家，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西方国家近几年都有这方面的例子，就是说这样的由于民族文化之间的纠纷呢，实际上是层出不穷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类生活的一种，就是一个现实吧。你不承认它也好，承认它也好，都会存在。远的呢，就稍微远一点的，在美国这个比较发达的民主国家，就有92年的所谓的洛杉矶骚乱。可是洛杉矶骚乱的话呢，在很短的时间内马上就得到妥善解决。如果你今天去参观好莱坞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当时骚乱的一点点痕迹。那近的是说这个民主国家法国，05年它在美丽的巴黎城郊区也发生了这个北非来的移民和当地这个居民的这种对抗。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经济上是被抛落在后面了，他们感到很不满意，但造成了1人死亡，一些经济损失。但是我前段时间看到了一个关于法国巴黎的那个非常拍得非常好看的一个这个旅游片吧，他们这个记者还专门到了那个区域，告诉大家，你看这个区域现在根本没有一点这个动荡的痕迹、对抗的痕迹，人们都安居乐业。就是还是给法国这个风景呢添了一彩，就是说明这个，如果你有透明的制度，对吧？你有这个创冲的这个言论，那么其实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因为在中国内部维汉这个矛盾，再放到国际这个大舞台上来看，根本是小菜一碟。为什么呢？新疆那个地方古代就是西域，从汉朝开始，汉族人呢就跟当地的这个所谓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就居住在一起。那么你说新疆建设兵团造成了国中之国，可是这个乾隆时代就开始在那戍边屯田了，所以这个源远流长这个是比很多民族实际上就是形成的时间都要长，他们的这个纽带他们的基础其实是非常深厚的，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我觉得完全是这个制度不透明，法律不健全，而且对这个人们对这个制度的根本不信任，由于贪污腐化各种造成的原因吧，而且造成了道德的这个堕落。造成的这个冲突，才到了今天这么一个程度。那么事件严重的发生之后呢，中共主席胡锦涛匆匆的从意大利返国。那么您认为他回国之后对这个事态的发展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这个好像是一个定例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在国外访问期间，如果看到国内有比较大的事情，都会即刻回去。因为这回胡锦涛在国外参加这个会议。G8峰会对 G8峰会来讲，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现在国际经济的处于这么一个比较危险的时候。对中国的各方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日程当中有跟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这个会见这一项，所以说他取消了这个行程，马上回国呢，可以看到这个中共的高层对这个事件呢是非常忧心的，非常关心的。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你从我们今天这番讨论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个事件的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制度性的，是长期的。
它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是一个突发的、偶然的，某个人回去以后就能镇得住脚的。就是说，这个事件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造成的话呢，那么不管是谁回去，他能马上就能解决这个制度性的问题呢？他马上就能使这个道德问题得到回升，使这个中共的这个法律和各方面的体制能够健全吗？我觉得这肯定是痴人说梦了。当然，我在网上我也看到一些朋友的讨论，我觉得也不排除就是这次事件的这个幕后的黑手呢，其实不是中共所指的所谓境外的势力，而内部有些人想把新疆搞乱来达到他们自己个人升迁的目的。因为中共内部呢一直是有很剧烈的这种宫廷内斗的，他们习惯于借助群众斗群众的这种表象来打垮自己的对手，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个从6·4从迫害法轮功上都是有先例的。所以说也有人猜测这个新疆的这个事件呢，实际上是以江泽民为首的这种所谓的江派对这个现在大权在握的团派的一种反扑行为。因为新疆的这个党委书记就是中共的新疆的最高长官王乐泉，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江派，因为他当官10几年嘛，10几年以前肯定是江氏一统天下的时候。那么他呢，在危机开始的今天呢，从这个大概有1个多星期了，一直也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方式呢，来就是说制止这个动乱的进一步的蔓延。这个也当然都是一家之言，都是猜测了。那么很多人呢又会提到这个在境外的这个中共所指的这种所谓的操纵者，就是热比亚。其实热比亚呢，你如果说热比亚有这么大的能量，能把那么多的维族人调动起来，我觉得肯定很多人也不会相信。而且他本身就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他的出走呢，可能会被中共某些人呢用来作为一个棍子打压他的对手，因为他们会说，现在我在动乱之后，马上我就发现这个背后的黑手是热比亚。那么是谁把热比亚放出去的呢？如果你追出来的历史，热比亚是2005年被放出去了。那么当时就是刚刚还是团派刚刚上台的时候，就是胡锦涛，江泽民刚好把权让给胡锦涛的时候，所以这些一切好像大家把这个版图一点拼块一块块给拼到一起了。所以说也不排除就是有中共内部的这个权力争斗的可能，因为他在这个动乱的这个骚乱发生的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矛头指向了境外势力，而且有证据说是热比亚通过电话跟国内的人商量才策划这种行动。那么你如果接着问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事先都有这种证据，知道他要策划，那么你也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做相应的防备设施呢？除非就是说他们想把这个矛盾给它扩大化。为什么在新克之间让他们那么多人死了140个人呢？如果你知道事情有这么大的话，你为什么不做相应的措施来防范呢？所以这些都是大家的猜测，但这从中共内部的这个斗争的惨烈程度来说，也都不是天方夜谭。可是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共体制内部，包括它的法律，一切的体系都是不透明的，我们也只能是作为猜测而已。那我们只能静观事态的发展了。好，谢谢陈博士。不客气。韶关事件引发的汉维冲突，中共用武力在国内暂时是平息下来，但并没有真正的结束。目前呢，当局仍以海外的煽动作为借口，虽然暂时呢可以转移公众的视线，但并不能真正的解决民族矛盾。特别呢是中国有50多个少数民族，我想呢，在中国只有真正的实现民主，少数民族冲突的问题呢才可以真正的得以解决。好，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热点互动节目，再会。一个真正办法，当时有大批的这个维族的这个工人去了南方去工作，跟当地的这个群众产生了冲突。那么法律的解决呢，好像是使双方都不满意，造成了更大的暴乱。那么这个消息传到新疆以后，造成了今天的维汉冲突。所以说这个事件呢，广东它是横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节目。6月26号的韶关事件，由几百人参与的汉维冲突，到最后发展成近6造成。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提得非常好，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从你的问题上，我可以体会到您的意思是说，如果
韶关事件如果在法律的这个管道内得到妥善解决的话，就不会演变到今天愈演愈烈的这种冲突。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这也就指出了这种冲突背后的真正原因和解决。好，从汉维冲突看体制的公信力。陈博士您好，6月26号的韶关事件呢是这次维汉冲突的导火索。那么假如说真有强奸或者是抢劫事件的发生，那么双方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那么这次事件的发生呢，他们并没有通过法律途径，反而是刀枪相向。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60年来最为血腥、最为罕见的民族冲突。那么古人云物不平则鸣，那么汉维双方由来已久的不平究竟来自哪里？用械斗的方式肯定不能解决问题，那么真正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什么呢？在今天的热点互动节目中呢，我们就和陈志飞博士一起来探讨